你有冇試過喺深圳行下街，或者啱啱過完關，心入面仲諗住等陣去食邊間酸菜魚，去邊度揼骨嘅時候，突然之間係一瞬間喎，你覺得自己隻腳俾一啲重物紮住咗，甚至係俾對手死死咁捉住。你低頭一睇，哇，真係嚇到心都離一離啊！唔係咩恐怖片情節，而係一個活生生嘅人，直頭跪喺地下，雙手好似鐵鉗咁箍住你隻腳唔放，喊苦喊忽咁叫你救命，叫你俾錢。呢啲就係最近喺深圳福田同埋羅湖呢啲港人北上熱點驚現嘅跪地黨。最近呢一兩年，即係2024年到而家2026年，我哋香港人北上消費簡直係成咗一種生活習慣。每逢星期六日或者長公眾假期，羅湖口岸、福田口岸簡直係人山人海。大家上到去，心情放鬆，諗住消費下、玩下，防範意識自然就低咗。就係因為咁，呢班所謂嘅跪地黨就睇準晒我哋香港人心軟、怕事、袋入面有錢呢幾個特點，專門喺呢啲位揾食。你諗下，如果你係一個60幾歲嘅老人家，或者係帶住小朋友嘅媽咪，突然俾人咁樣捉住隻腳，你第一反應係咩？一定係驚，跟住就係想快啲擺脫佢。呢班人就係利用呢種心理，你不俾錢，佢就唔放手。我之前聽過一個真實案例，就係喺2025年底嘅時候，有一位差唔多50歲嘅陳生，佢同老婆去羅湖商業城買嘢。佢哋啱啱行出關口，打算行去地鐵站嗰陣，突然有個望落去大約60幾歲、成身污糟邋遢嘅男人，砰一聲跪喺陳生面前。陳生仲以為對方係跌親，正想去扶，點知嗰個人二話不說，成個人趴喺地捉住陳生對皮鞋，死都唔放。嗰個人用普通話大聲嗌，話自己好幾日冇食過嘢，屋企人病咗冇錢醫，求陳生做下好心。陳生話當時周圍好多人望住，覺得好尷尬，又覺得好驚，因為對方隻手真係捉得好緊。佢想掙脫，但係對方直頭將個頭貼埋去陳生隻腳度。最後陳生冇辦法，喺銀包攞咗100蚊出嚟，對方一攞到錢，即刻鬆手，轉身就消失喺人群入面。陳生事後講返，嗰100蚊唔係最緊要，最緊要係嗰種被侵犯、被威脅嘅感覺，真係令佢對北上產生咗陰影。呢啲跪地黨其實係有組織、有預謀㗎。佢哋通常會揀一啲出入口位，或者係人流交匯嘅盲點。你以為佢真係咁慘？真相往往係殘酷嘅。根據一啲內地媒體嘅暗訪同埋公安嘅調查，呢班人入面好多都係專業人士。佢哋可能喺呢個口岸跪完，轉頭就換套衫去另一個商場繼續跪。有啲人甚至係由犯罪集團操控，每日定時定食有人接送，甚至有 KPI 指標價。你以為你俾嗰50蚊、100蚊係幫緊一個窮人？其實你係幫緊個犯罪集團壯大。而且大家要留意，呢班跪地黨而家進化咗。以前可能只係跪喺度放張紙，寫住自己身世幾慘，而家係直接採取肉搏戰術，即係捉你隻腳。點解要捉腳？第一，係為咗阻止你離開，你行唔到，你就一定要處理佢。第二，係創造一種公眾壓力，喺一個咁多人嘅地方，你同一個跪喺度嘅人拉拉扯扯，路人唔知情嘅可能以為你蝦緊個老人家或者殘疾人士。呢種道德綁架，對於重視形象嘅香港人嚟講，簡直係一擊即中。講到呢度，大家可能覺得，咁我見到呢啲人係咪應該完全唔理？但萬一佢真係有需要呢？呢個就係最卑鄙嘅地方，佢哋消費緊大眾嘅同情心。喺2026年嘅今日，深圳嘅社會救助體系已經做得好完善。如果你真係見到有人好似好慘，真正嘅做法係幫佢報警，或者話俾口岸嘅保安聽。如果佢真係有需要，公安同埋救助站會幫到佢。如果佢係騙子，見到警察佢跑得仲快過你啊！其實除咗跪地黨，福田同羅湖仲有一啲變種嘅騙局。
例如有一種叫借錢黨，佢哋通常着得乾乾淨淨，甚至好似個白領咁，行埋嚟同你講普通話或者唔鹹唔淡嘅廣東話，話自己由外省落嚟，銀包俾人偷咗，或者係部手機冇電，冇錢坐車返去，問你借幾十蚊食飯或者買車飛。佢哋通常會問你借好多，就係因為幾十蚊呢個數目，好多人會覺得算啦，當做下好事。點知呢班人一日借幾十個，收入隨時高過你同我。仲有一種就係碰瓷黨嘅報行版，佢哋會特登喺你行過嘅時候，將一啲原本就爛爛地嘅嘢，例如假古董或者係一盒望落去好貴重嘅藥材，輕輕掂到你就跌喺地下，然後成班人湧出嚟，話你撞爛咗佢哋嘅全家之寶，要你賠錢。呢啲情況喺人多擠迫嘅東門大劇院附近特別多。講返轉頭，點解呢啲問題喺2026年依然存在？因為北上嘅港人真係太多啦，每日幾十萬人次嘅流動，就係一個巨大嘅市場。對於呢班騙子嚟講，只要有1/1000嘅人中計，佢哋就發達。所以我哋一定要提高警覺。如果你真係唔好彩遇上跪地黨捉住你隻腳，你應該點做？首先，千祈唔好驚，亦都唔好喺大庭廣眾度同佢大聲鬧交。你越大聲，佢就越興奮，因為佢就係要吸引人注意。第一時間，你要大聲嗌保安或者報警。深圳而家周圍都有巡警同埋協警，佢哋對於呢類影響市容同治安嘅行為係抓得好嚴嘅。通常呢班跪地黨一聽到你話報警，或者見到有着制服嘅人行埋嚟，佢哋會好似奇蹟康復咁，即刻起反身走人。另外，大家一定要記住，出門在外，財唔露眼。喺口岸呢啲地方，唔好攞住個銀包周圍行，更加唔好喺街邊隨便攞大沓現金出嚟。而家北上消費，基本上一個手機支付就搞掂晒。你可以用支付寶香港或者微信支付，咁樣就避免咗喺公眾場合開銀包，減少被盯上嘅機會。其實我哋去深圳玩係為咗開心，為咗放鬆。深圳呢幾年嘅進步真係好大，無論係交通、商場硬件定係服務質素，都做得好好。2026年嘅深圳已經係一個國際化大都市，但係每個大城市都有佢嘅陰暗面，都有啲揾快錢嘅人。我哋唔可以因為呢啲跪地黨就唔去北上，但係我哋一定要學識保護自己。仲有一點我想同大家分享嘅，就係關於同情心嘅投放。香港人好善良，見到老弱傷殘總係想幫，但係大家要明白，真正嘅慈善唔係喺街邊隨便俾錢。如果你真係想幫人，可以捐錢去一啲有信譽嘅慈善機構。喺街邊跪地嗰啲，9成9都係職業乞丐。你俾錢佢，唔係幫佢，係害咗佢，亦都係害咗下一個受害者。因為你嘅善心，令到佢哋覺得呢行有得做，於是佢哋會繼續留喺街頭，甚至會招攬更多人加入。我仲記得有一次，我喺福田口岸附近見到一個大約10幾歲嘅細路，佢跪喺地下乞錢。我當時心入面好難受，咁細個仔點解唔返學？我正想行埋去問下佢需唔需要幫手報警揾救助站，點知我見到對面街有個成年男人，一路食住煙一路盯住呢個細路。我一出現，個男人就用好凌厲嘅眼神望住我。我當時即刻明白，呢個細路背後係有人控制嘅。我最後選擇左行去揾附近嘅治安庭反映。呢件事話俾我聽，你見到嘅慘況背後可能係一個冷血嘅產業鏈。所以呢，各位打算北上嘅朋友，記住呢幾招。第一，過關之後直奔目的地，唔好喺人多混亂嘅門口逗留。第二，如果有人行近，保持社交距離。第三，萬一俾人捉腳，冷靜應對，大聲求助保安，唔好私下俾錢解決。第四，手機支付，減少現金暴露。其實除咗呢啲安全問題，北上仲有好多嘢要注意，例如係搭車，最好用反滴滴出行或者高德地圖叫車，唔好搭路邊嘅黑車。
黑車唔單止收費唔透明，安全亦都無保障。喺2026年，內地嘅網約車已經好規範，價錢一目了然，甚至連司機嘅評分同背景都有得睇，咁樣對我哋港人嚟講係最有保障嘅。仲有啊，如果你係同小朋友或者老人家一齊北上，更加要加倍小心。老人家反應慢，容易成為騙子嘅目標，小朋友就容易俾人分散注意力。我建議大家喺人多嘅地方，一定要拖實小朋友，甚至可以準備一條防走散繩。唔好覺得誇張，喺呢啲人流密集嘅地方，安全永遠係第一位。講返呢個跪地黨嘅真相，其實佢哋好多時都係利用咗一種社交恐懼。佢哋知你怕醜，知你唔想喺人面前失禮，所以先至做得咁絕。但係你要諗下，一個真正有尊嚴、有需要嘅人，點會喺街度隨便捉住路人隻腳？呢種行為本身就已經係一種騷擾。我哋作為消費者，去人哋度消費係帶動緊當地經濟，我哋絕對有權利要求一個安全、舒適嘅旅遊環境。深圳當局其實都知呢個問題。喺2026年，佢哋已經加強咗口岸周邊嘅巡邏頻率，但係騙子總係會揾到空位轉，所以我哋自己嘅意識先係最重要嘅防線。大家記住，下次北上嘅時候，見到嗰啲行徑古怪、突然衝過嚟嘅人，第一時間要閃。如果閃唔開被纏住，一定要保持冷靜，唔好俾情緒帶動。你越驚，佢就越覺得自己得逞。其實呢，講到尾，呢啲跪地黨嘅出現，都係反映咗社會發展入面嘅一啲矛盾。但係對於我哋普通市民嚟講，我哋最緊要係開開心心出街，平平安安返屋企。希望今日分享呢啲資訊，可以幫到大家喺下次北上嘅時候，多一份警覺，少一份損失。如果你身邊有朋友成日北上，或者家中有老人家鍾意返大陸飲茶、買餸，記得要將呢啲情況同佢哋講下。特別係老人家，佢哋嗰輩人真係好純真，好容易俾人騙到。你可以同佢哋講，老豆老母，如果有人跪喺地下捉住你隻腳，千祈唔好俾錢啊！嗰啲係騙子嚟㗎，大聲嗌保安就得啦。2026年嘅北上生活依然係充滿樂趣嘅，有冇窮無盡嘅美食，有冇數好玩嘅地方，只要我哋識得保護自己，避開呢啲坑，深圳依然係一個好好嘅短途旅遊目的地。最後想同大家講，除咗呢啲騙案，大家北上嘅時候都要留意下當地嘅法律法規，例如而家對於電動車嘅管理，對於公共場所吸煙嘅處罰，都比以前嚴好多。做個文明嘅遊客，唔單止係為咗香港人嘅形象，亦都係為咗減少唔必要嘅麻煩。好啦，講咗咁多，都係想大家有個心理準備。北上大件事，唔係要嚇到你唔敢去，而係要你醒目啲去。深圳福田羅湖雖然驚現跪地黨，但只要你掌握咗應對方法，佢哋就攞你冇辦法。真相就係咁簡單，佢哋求財，你求開心。只要你不配合佢哋嘅演出，呢場戲就演唔落去。下次你喺深業上城或者萬象城行緊街，享受住嗰種悠閒氣氛嘅時候，記得都要留個心眼。見到有人跪喺度，行遠啲；見到有人求助，揾專業人士。祝大家下次北上玩得開心，食得放心，最緊要係保住自己個銀包，唔好再中呢啲低級但係攞命嘅計。我哋下次再傾更多北上攻略，記得留意住我嘅最新分享，帶你避開所有消費陷阱，做個北上達人。其實喺2026年初嘅時候，仲有一件事幾值得大家留意，就係關於口岸附近嘅假義工。佢哋會着住好似官方嘅背心，但其實係推銷一啲昂貴嘅旅遊套餐或者係假嘅保險。佢哋會好熱情咁幫你指路，或者幫你攞行李，最後就係要你俾錢。呢啲其實都係變相嘅跪地黨，只不過係手法高級咗。大家記住，真正嘅口岸義工係唔會向你收錢，亦都唔會強行推銷任何嘢嘅。總之，一句話講晒，天下無免費午餐，亦都無緣無故嘅熱情。
喺人多地方，保持一份冷漠，有時反而係一種自我保護。呢個世界雖然好人多，但壞人亦都唔少，特別係專門揾香港人食飯嘅嗰班。希望呢篇嘅內容可以幫到大家，令大家喺享受北上便利嘅同時，亦都能夠保障到自己嘅人身同財產安全。記住，遇到跪地黨，唔好驚，唔好軟心，報警係唯一正確嘅選擇。我哋下次見。